恁众百姓啊，恁拢着搭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恁众百姓啊，恁拢着搭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请咱即时来吟圣诗18首，我心学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学乐上帝，自然永我的白，天地万物三界面上，学乐伊大尊名。就我参行这路，要从来观说，天命伊大观念严格，天来公义交成。我心学乐上帝，世间情人的白，风凉袂照三世出声，学乐伊大尊名。天地造物之日，风为月之行事，一更照来凉风吹来，风起大人来。我心学乐上帝，天的门对一客，虽然歹代暂时冲向，公义稳当得胜。千古领导人兄，那尊命你有，天下尾合作一家，严更归的上帝。请咱由愿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遇过死埋葬的淫妇，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的启应文伫57篇1103页。启应文57篇1103页。启应文57篇1103页。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地是种葡萄的，连伫我的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就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
你有会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机，互人ฮ็出去外面。互人跳规堆ฮ็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踮伫恁的内面。恁无论爱啥物，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阮要学到你。主啊，因为你是葡萄树，阮是枝。主啊，你创造阮，就是要互阮结连伫你。主啊，阮感谢你。主啊，虽然这段疫情的时间，主你犹原保守阮众兄弟姊妹，犹原保守规个台湾。主啊，嘛求你赦免阮一切有意甲无意所犯的罪。主啊，互阮常常会当举起手，为着阮所徛起的所在来向你献上祈祷。主啊，你是真实的平安，互阮为着这个所在来求平安，嘛为着世界来求平安。伫这个疫情的当中，阮无法度做啥物，互阮会当常常伫厝伫逐个所在会当举起阮的手，求主会当享受真实的平安伫阮的当中。只是嘛，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会当降落充满带领，主啊，阮今仔早起的祈祷会，嘛温哥伫安牧师的喙，互伊所讲的会当互阮得到帮赞，互阮常常会当伫你的面前举起阮圣洁的手，会当来祈祷。会当伫上帝你的话语的当中，会当得到亮光，互阮会当结连伫你。主啊，你讲，阮若结连伫你，阮就会结好的果子，会当荣耀主你的名。主啊，你帮助阮，互阮今仔早起会当来专心来领受主你的话，会当得到把助，会当成做阮灵魂的快乐。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我来报告。报告事项的第一点，110年度的捐献证明的收据已经开立完毕，请兄弟到办公室来排队来刻。那无要等伤久的，伫周间嘛会当到办公室来索取。小会公告，因为即马本土的疫情，来教会聚会，请咱专程来挂喙安，嘛要配合量体温甲酒精的消毒等防疫的措施，嘛鼓励使用咱即个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才有即个 QR code， 会当用，若有发烧，也是呼吸道的症头，若有嗽，也是流鼻，也是哪好疼，若被控列为密切接触的，伫咱自主的防疫甲健康管理的期间，请伫 YouTube 来收看咱的主日礼拜的直播。那本会伫5月25拜三开始，每周三的暗时8点的祈祷会，咱要改伫主堂来聚会，嘛因为有线上的直播，那欢迎兄弟会当来参加。那你若有卡遮，若其他的原因被通知来接受 PCR， 也是体检的，建议咱即个检测阴性了后，较来教会，这拢是咱即个防疫的措施，那第三点，本会定伫6月19礼拜第2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若要接受洗礼坚信礼、小义洗礼的，请伫6月8号拜三进前办公室来报名。若无参加幸福小组，就需要参加即个信用个别的课程，这时间是1点钟。第4点，后礼拜的主日是伫青少年奉献的主日。是青少年奉献的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来关心奉献甲代祷。第2大点，具体的消息，成人牧区的消息，伫今仔日的下晡3点，要召开线上的小组长的会议，敬请小组长准时会当来参加。第2点，互助社的社员的防癌的保险，一年是1650块。本主日到5月16接受办理，若超过时间就无办理。还有即个青年的创业贷款，即个专案利率，年息是3%，年满20岁到45岁。即是到11月30
30日额度若额满，就停止来受理申请。那不动产的抵押担保的贷款，利率是1年1.8%，欢迎若社员有意贷款，若是要转贷，请往办公室来洽询办理。第3点，本会主任牧师陈建业牧师，伫5月20拜五，倒病的目睭接受白内障的手术，求主会当保守，会当快速来恢复，并且为着陈牧师来代祷。学生牧区的消息，伊甲即个失亲儿的即个协会，定伫6月11拜六的早起9点到12点，伫敬拜中心举办福音的茶会。若是有意来参加的同工，爱伫6月初5礼拜的进前往办公室来报名。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咱长老教会伫67届的总会通常议会已经顺利开了，并选出这届的干部。总会议长戴硕清牧师，伊是台中中会；副议长是彭志宏，伊是新德中会；书记是张培礼牧师，伊是东美中会；副书记是潘恩胜，是寿山中会；会计是林贵昌长老，伊是彰化中会。请咱兄弟为着咱总会事工的推动，咱来关心代祷。好，感谢牧师报告。这是咱要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2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马太福音的第18章第12节到13节。马太福音18章12节到13节。马太福音18章12节到13节。好，请恁来听，还是来看？我来读。恁拍算怎样？人若有100只羊，来拍毋见一只，减无迄放下迄99只，去山里找迄只拍毋见的吗？若果然找着，我实在甲恁讲，伊为着迄只欢喜，赢过99只无拍毋见的。这是第一处的圣经。第二处的圣经伫路加福音书15章，咱要为第4节看到第7节。第二处的圣经伫路加福音书15章，咱要为第4节看到第7节。路加福音书第15章第4节。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失落一只，减无迄放99只伫山林，去找所失落的，到得着吗？已经找着，就欢喜陪伊伫镜头顶，到厝就自集伊的朋友厝边，甲因讲：着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着。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灵嘛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的，搁较欢喜。愿上帝的话点伫咱的心内。只是学老，咱要请上年献歌队。
即时讲到咱要请牧师，伊今仔日题目是看见天父的心意。但牧师、牧师娘，各位恁孩子们大平安。今日要参加分享，看见天父的旨意。最近阮上阮若要困之前，妈妈爱困，伊拢会找机会讲我要喝水我要干嘛出头足济吼，就是无爱较早困。就是妈妈要爱困的是有伊的心意，所以毋望伊会当较早困，困较久。靠落面，就是做囡仔的，往往唔知影做父母的用心，所以往往伫迄中间，囡仔无度体会父母的疼。今日要用看见天父的心意，咱来思考，咱做上帝囝儿，咱是毋是有看见天父上帝对咱的心意？天父上帝。要通过咱，要行看什么代志？今日咱有注意看到，以马太福音书甲路加福音书，这两位拢记99只羊仔，然后一只羊仔的记数无？不过，以这两个经节中间，咱要看见，是迄中间有一寡共同的点，咱会来大家来思考。另外这各样的上要紧的财产，就是伊所饲的这。精生，你各样的人，有的是红请，有的是顾家己的羊仔。不管是红请的，不管是顾家己羊仔，这精生这羊群，拢是伊看做真要紧的财产。因为这羊仔是有一个价值，什么款的价值？羊仔会当生出羊仔囝。羊仔囝会当卖出好价钱，羊仔会当挤羊奶，会当卖羊奶，羊仔老会当抬羊仔坐卖羊肉炉，炒羊肉。另外这对于当时游牧民族的人来讲，这精使这羊仔是因趁钱真要紧的工具，嘛是要通过这个。羊仔这精使，互因的经济生活得到帮助。因为伊今日经文中间，以马太福音书第18章第12节，安尼讲，人若有100只羊仔来拍袂记一只，惊无放下99只，去山里去找迄只无看见的嘛。另外伊这经文中间，你讲到有一个人，伊有100只羊仔。就是伊放袂记一只，伊放下99只羊仔去找迄只放袂记的羊仔。就是另外这你有想到，伊放下99只羊仔，万不伊放下99只羊仔去找迄只，伊这过程中间，迄99只羊仔走无去的，伊是毋是要找搁较济？还是讲伊找99只羊仔，万不伊你找过程中间去用贪酷？对99只羊仔中间去偷看几只，伊毋是损失搁较济，种是另外这咱看到，圣经来讲到，这各样的人放下99只羊仔去找一放袂记的迄只羊仔，另外难道这只羊仔的价值会超过迄99只羊仔的价值吗？为什么伊甘愿放下99只羊仔去找迄个无去的羊仔？另外各样的人亲像天父上帝同款，伊看顾每一只羊仔，伊疼惜每一只羊仔。就像约翰一书第4章第8节安尼讲，因为上帝是疼。所以，对于经文中间，咱知影，上帝是疼，上帝亲像各样的人，伊看顾惜每一只羊仔。上帝看顾咱，无论你的皮肤色一白种人、黄种人，
还是恶人，上帝拢看顾。无论你是何许人，你是原住民、新住民，还是客家人，上帝拢看顾。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肤色的人，拢是上帝按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天父上帝疼所有的人，上帝期待每一个人无因为罪甲伊隔离。上帝爱人伫罪中间悔改，伫罪中间重新恢复甲伊的关系。所以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圣经讲：毋爱有人沉沦，只爱人拢欢悔。欢悔，因为 transformation， 欢悔是互原本背叛上帝的人，因为欢悔转向上帝。然后咱拢是罪人，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拢有伊软正的所在。欠差这个人已经洗礼啊，伊有软正的所在，甚至伊软正中间加加减减，拢会产生负面的一个思想。总是咱拢爱以耶稣基督的疼内面，对圣神得了亏力，互咱我靠圣神的亏力赢过咱的软正。阿门。所以，以咱的生命中间，洗礼了，犹原是有软正的所在，犹原需要我靠上帝恩典，犹原需要有圣神的亏力帮助咱，互咱无赢，互软正赢过咱。然后咱圣经内底先知以利亚，曾经捌有奉行亚瑟被迫害，伊把上帝救死。然后先知以利亚，难道伊的属灵信仰无够诚实吗？为什么受到迫害了，上帝救死呢？利未兄姊妹，咱拢是罪人，咱拢毋能正视。所以，咱要常常用上帝的话来反省咱家己，是不是咱的生命有甲上帝的话颠倒边行？咱是有行上帝所无欢喜的事，所以咱要常常用上帝的话来检视咱。咱要常常谦卑反省咱家己。上帝毋望咱通过咱的反悔，咱会当得胜。咱的软正，咱毋通自称做义，一点仔都无反省的能力。人讲无病耻感，破病无感觉伊破病这种人上危险，伊毋知影通去找医生啦。我都无病，我就去找医生。从信用来看，人若无感觉伊是一个软正的人，伊就袂悔改，伊就无需要感觉我靠上帝来反省。了解？那这种的人伫属灵的生命中间是一个危机啊！今日咱通过经文中间，咱看上帝亲像牧者，伊看重每一只羊群，每一只羊连迄细汉细囝，上帝拢看重。所以了解。今日咱看的马太福音书的这经文的进前几节中间，门徒问耶稣讲：伫天国什么人上大？了解？你会感觉足妖异？这门徒为什么要问耶稣讲天国内底谁上大？因为问耶稣这问题代表啥？因门徒之间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因咧彼此咧计较，彼此咧争论，谁上大？所以，因就问耶稣：天国内底谁上大？咱看圣经内底，
以马太福音书第18章第3节到第4节，咱来读，预备来。我实在甲恁讲，人若无活倒转来正做亲像细汉囡仔，决断袂入天国。所以既若家己谦卑亲像细汉囡仔，伊伫天国是上大的。所以你看这，咱对经文中间咱看到，耶稣真清楚回答门徒，伫天国上上大，爱亲像囡仔，就是咱必须要回转，亲像囡仔的款式，谦卑的生命，亲像囡仔的单纯。你看这，囡仔伊宝宝拢爱靠爸爸妈妈，像阮上阮宝宝拢爱靠爸爸妈妈。较快三顿，注意寒，注意热，常常我靠爸母来照顾。了解，咱爱亲像我靠天父上帝去伴游的，像囡仔我靠爸母同款。所以咱看到世囝总无认为讲伊有真济。世界嘛，时常伊捌真济嘛，常常对因的身躯顶看到捌真济，确实嘛是真受教的囡仔。伊无掠家己捌济来做骄傲，虽然捌济，阁愿意有受教的态度。了解，刚才伫咱信仰的生命内面，咱有真济温书，咱有真济温哥，总是了解，这温书，这温哥。拢毋是你我努力的，是上帝赏赐予咱的恩典。所以，无论你有偌济恩赐，你有偌济恩膏，这个拢会过去。咱伫主的内面，咱毋通亲像门徒，伊遐咧计较，伊遐咧争论，上上大。咱来为着咱会当入去上帝国来感谢上帝，阿门。所以了解耶稣进一步教伊的门徒讲：，既然伫我的名接纳这世汉囡仔一个，就是接纳我。了解接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接待，接待就是接纳。咱爱亲像细囝同款，门徒爱。谦卑像细囝同款，去接待其他人。所以，咱袂当因为别人的谦卑，咱来看轻别人，认为别人的谦卑好欺负，软土好深骨，毋是。假使咱的谦卑，别人甲咱软土深骨，咱莫去看伊的软土深骨，咱看伊的软土深骨，上帝自然伫伊的公义中间。有审判，总是咱爱做啥物？咱爱继续持守迄个谦卑。所以人有人接纳咱，咱就接待伊。当咱接待人的时，上帝嘛安尼接纳咱。阿门。所以了解，耶稣伫这99只羊仔这个经文的后面。伊佮讲一个真要紧的，讲啥物？主要所强调，送互伊的门徒中间，只微细一个离开伊，这个就是大的。那互一个信耶稣的人，强迫伊离开信仰，这罪真大。虽然这个人是只微细，总是罪真重，上帝会找伊算账。所以了解咱看听啊，伫咱个信仰的团体中间，咱袂当看什么人只微细，看什么人谦卑，咱就感觉这人好欺负、好吞达，甚至软土深骨，甚至互这个人离开信仰。咱若迫害人，互地教人来离开信仰，这个罪是大的。对这经文中间，咱看到伫经文的整个的。脉络整个的康提词中间，你会看到什么？以耶稣的眼中，无什么人无要紧，
看说这人伫迄群体内底是上无决定权的、上无威严的、上无官兵的，讲话上无人会听，总是耶稣看重伊。咱若互迄个智慧世来离开信仰，这个罪是大的。所以，了这咱看到，耶稣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对信伊的人讲，这宗教领袖对信耶稣的人的态度是哪？将因赶出会堂。了解。遐对耶稣的人，可能是这社会族群中间上智慧势，讲话上无人会听，人上袂看重的，总是啊，耶稣看重伊。总是咱看到这宗教领袖，甲耶稣做的我颠倒变，看这智慧势共困着。将来主耶稣会对这人的审判。对安尼咱知影，耶稣看重每一个人灵魂，欠在这个人的社会地位无介悬，这个人的效率无介悬，这个人含慢讲话，这个人伊地位无悬，总是天父上帝看重因，阿门。所以了解，你就知影。就天父上帝的心意中间，看重每一个人，这个人无为分大细汉。咱接下来看另外一个经文中间，看到路加福音书第15章中间，有原咧记载这各样的人，放下99只羊仔，去找迄只失落的羊仔，总是。咱看到这经文的中间的前几段同款，圣经记载，抽象甲歹人就近耶稣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就拗拗念啥话？讲这个人接纳歹人，煞教因食。了解？咱对这经文中间咱看到哪？这抽象甲歹人接近耶稣。要听伊讲，照一般道理来讲，靠啥物无毋对？歹人嘛爱得救啊，陈金星嘛爱得救啊，靠啥物无毋对？若要听拢好啊。总是照遐法利赛人、遐经学士，因无安尼想，因有意见，因为当时抽象的人，当时歹人，拢。互遐敬虔的犹太人看轻啊，认为因无够格去听上帝道理，所以当这个人就近耶稣的时，伊甲讲：你甲耶稣甲这人做伙，伊认为耶稣无应该甲这人做伙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而这经文中间，搁后壁接续来，讲各样的人放下99只羊仔去找迄个失落一只，了解？你有感觉奇怪无？耶稣真段讲抽象的甲歹人，尾啊，迄段你讲到迄各样的人，无即各样的敢甲歹人抽象的共款，对，共款，抽象的是人讨厌无毋对，歹人嘛是人讨厌无毋对。各样的是啥物？上看到啥物讨厌？了解？我讲过，对当时敬虔的犹太人来讲，若无法度受安息日，伫因的眼中是不义的人。所以咱将这三个角色来看做伙：抽象的、歹人、各样的。拢是这敬虔犹太人中间看做是罪人，因为遐各样的人，因伫安息日无法度去守安息日，因不需要逐工去顾因的羊仔，就是为了这点，
咱看到，这敬虔的犹太人将这各样的人嘛看做一个歹人的其中一份子。所以咱看到，路加福音书甲100只羊仔放伫耶稣甲其他人故事中间。你讲，耶稣看近遐当时的经学师甲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就耶稣来看，恁这经学师，恁这法利赛人，恁对圣经律法真饱，恁应该亲像各样的人，亲像各样的牧者一样，看到失落的一个，你爱想尽办法来甲伊牵倒来，毋是甲伊放伊油条外，甲伊当做一个歹人，一般样无接纳。所以耶稣用这个各样的这个比喻来讲，讽刺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经学师，你无亲像迄个牧者一般样，迄心肠来关心照顾你的羊群。接续伫这经文中间呢，佮接续讲到什么？讲一个妇人人。有10个牛仔，若失了一个，欠无点灯，摒扫出来，群去找嘛。另外这，圣经讲啊，这个妇人人找到迄个失落的一个牛仔，欢喜甲请朋友、厝边隔壁拢来欢喜。哇！你会阁想讲啊，只不过嘛放落一个牛仔尔，靠什么要紧呢？较无需要去请厝边隔壁朋友来大欢喜咧，为什么呢？总是，你看这，你看这个经文中间，咱来重新转来到中东的文化，你会知影，这个妇人人为什么为了找迄个失落的一个牛仔，伊点灯摒扫出来，为着要找到迄个。找到个真欢喜，因为咱知影，中东的妇人人，因常常爱为了因的未来的婚礼做备办，所以因拢会甲钱呢，添伫因的网衫的头前。你看这，你想啊，这妇人人较知影，伊放落一个牛仔。你落地内底若有10个1箍的，还是100个1箍的？你敢什么时阵知影你会放去一文啊？什么时阵？你定有无？落地啊吟出来，你算啊，100个文啊，100个1箍的，算有减一个无？所以这个妇人人，伊加入一个文啊，伊随知是安那？定咧算，你看这个妇人人为着伊的婚礼来备办，阮添这个网纱顶悬，但是伊定咧算，定咧添迄个为了婚礼咧备办钱添顶悬，总是你好这样看，这个妇人人伊有10个囡仔捧伊一个，伊就是定咧算。天父上帝亲像这个妇人人共款，伊定咧算这个牛群到底有减一只无？到底有另外任何一只走去对无？无去无？你看这要紧，天父上帝看做要紧，咱看到，伊这经文中间后壁佫刷来，你看到什么？一个邻居的老爸看到伊放荡的囝，开了所有的败坏所有的家产，等于到伊面头前，老爸欢喜啊啦，开伊的双手安尼揽伊、抱伊、亲伊，佮用上好的衫互伊穿，互伊鞋啊穿，
可以为陪伴宴下。你看这老爸为什么看到这个败坏的、毁坏财产的细囝，无受气，要甲赶走，反倒当欢喜甲接纳伊的？你看你看到什么？失落的找回来，真欢喜。所以了解，咱看到对尼马太福音书的脉络，到对路加福音书的脉络，你有看到一个重点无？失落的找回来，过来，天父上帝看每一个人拢做要紧。无论这个人的经济地位、金钱、社会地位好也善，上帝拢看重伊。所以了解，安尼你会问讲，谁人是迄个失落的人？谁人是失落个找回来的人？可能是咱离开咱教会久久的兄弟姊妹，可能是指遐无信主的兄弟姊妹。我想，就牧师来看，这两种拢伫上帝眼中，拢是失落真久无找回来的人。天父上帝的心意是爱每一个伊所听的囝儿，拢会当重新转来到属灵的家。天父上帝看见转来呐，欢喜呀！人国语讲欣喜若狂，重点，咱有亲像天父上帝有同款的心情无？有同款的看见无？咱的生命焦点有在伫上帝遐无？当咱的生命焦点有在伫上帝遐，自然咱所看的眼界，咱所看见要紧的事，嘛甲天父上帝同款，看做要紧。所以有时咱看疫情进前，咱教会恢复拜六牧师的探访，咱恢复努力在疫情中间，努力咧做啥物幸福小组。咱进前做新生命教育、新生命工作，了解这些时间中间，拢咧甲咱讲啥？咱是咧努力找出迄个上帝看做要紧的人，上帝毋望因重新转来到上帝处底。了解？既然咱也知影天父上帝的旨意是怎样，咱毋通知，咱要用咱的行动来付出咱的行动，行出来。上帝就是咱这阵罪人，要创啊？伫伊世界的救恩中间，领受伊救赎的恩典。了解？19世纪英国的浸信会牧师司布真，伊伫《上帝主权》这本册中间，你讲啊，人若是甲上帝恩典摕掉，就是摕掉福音的性命。福音就无任何的价值人去宣讲、去相信，还是去愤怒的所在。所以救赎的恩典，伫咱的信仰的中间是真要紧的条件。司布真牧师伊佫继续讲，伊讲恩典是福音的灵魂，若无恩典，福音是死的。有影？若无恩典，福音是死的。因为你无恩典，你讲什么福音、什么好消息，拢是枉然。所以伊讲了无恩典，若无恩典的福音是死的，恩典是福音的灵魂。所以咱这群受恩的囝儿，咱也常常啦诉说上帝恩典。因为既然咱是领受上帝恩典是白白得到，咱也白白安那分享出去。所以了解，甲你隔壁讲，咱恩典白白得到，也白白分享，预备来。咱的恩典白白得到，也白白分享出去。了解，天父上帝的心意，就是互遐失落的人受找到，
教会既然是受天父上帝呼召的团体，咱就要做天父上帝看做要紧的事。弟兄姊妹，就教会来看下，用希腊文，教会是克里斯亚，克里斯亚就是一群受恩典的一个团体，就是教会。台中真奇教会肖祥雄牧师，伊最近过身去，而且一本册叫《21世纪教会蓝图》，伊讲教会上基本的功能，就是落实大改变，执行大使命。所以，什么叫大改变？就是咱啊尽心、尽心、尽力、尽力听主咱的上帝，听人亲像家己。啊，大使命是啥物？你也可以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做主的门徒。阿门。所以每一间教会存在，咱有上帝的心意的其中。所以，若就教会来看，你怎样看教会？肖祥雄牧师伊讲了一句真实在话。伊讲人袂当按照家己心意去做家己的教会，教会毋是你的，教会必须要是上帝的，而且是照着上帝旨意、上帝启示来去做。有人讲，教会我的，较毋是我的，我逐礼拜奉献，敬堂后奉献，较毋是我的，另外这是上帝感动你奉献，毋是你家己奉献。你的钱是上帝的钱，所以若就教会这功能来去做，的确爱用上帝的意思。所以伊讲上关键的是什么呢？教会必须要照着上帝所启示的方式来去做。咱看，亲像什么？旧约的会幕去做，每一支条啊要偌悬，每一支布牌要偌宽，另外这。拢是上帝亲自吩咐人去做的会幕，所以咱知影教会是啥个？上帝。甲你隔壁讲，教会是上帝，毋是咱的，预备来。有影，教会是上帝，毋是咱的。所以，咱这群受恩的囝儿，咱必须要按照天父上帝旨意来去做教会。是真主耶稣呼召你我，行大改变甲大使命的呼召。相信你我是一群蒙主救赎的听的人，咱啊常常靠着圣神的开力，努力找到啊天父上帝看作宝贝的人。阿门。所以咱知影天父上帝的心意，毋是爱咱伫遮悲伤送较要紧，送是张老头，送是讲会大声，送会人决定权。了解。伫教会中间，伫上帝殿院中间，毋是咧比较送较伟大，因为上帝无看你学历，无看你经历，无经验，无看你奉献。上帝所看重的是啥物？上帝是看重你我的生命，是毋是有当啊亲像世间一般有谦卑的生命？所以咱千万毋通，亲像法利赛人共款，互人迫害离开上帝，这个做是当的。所以了解，天父上帝的心意，就是爱互咱看见伊要紧每一个人。所以当咱找倒来一个人，天父上帝要为着这个人来欢喜庆祝。阿门。所以了解，无论咱找出过去久久无来的兄弟，也是咱找倒来迄毋捌信主的兄弟，了解。天父上帝要因为你找到这个人来欢喜快乐，阿门。所以咱知影，为什么有的人对迄个找出迄个过去无来的人兄弟无感觉兴趣？为什么有的人对传福音无感觉兴趣？因为伊无看见天父上帝旨意，伊无明白上帝的心意啥样。另外这算我互咱看到，
伊主后9世纪有2个志工，伫伊即个摕到一个翁仔，这个翁仔内底有425个金的，用金仔做的字。了解？你感觉即个金仔的字有价值无？已经对主后9世纪到近，已经要2000年啊！吼，这金仔的这钱，若要互你，你要爱无？袂，为什么袂？已经遮久啊，已经做古啊，迄个几6代啊，哈，你搁要爱啊？为什么啊？这9世纪的钱呢？你真起开了，起开人袂一定会收呢。迄毋是新台票呢？这9世纪的金仔呢？用金仔拍的钱呢？你较袂？你看到啥物？金仔的价值嘛，对不对？虽然遮久啊，佫犹原保守着这金仔的价值。啊，袂要紧啊，别人无爱拢互我，因为伊有价值。了解？因为你有价值，你要爱。天父上帝看失落的人有价值无？有无？有啊。所以，亲像福气教会杨希如牧师伊讲一句话啊，讲啥物呢？无付袂起的代价，只有看袂到的代价价值。无付袂起的代价，只有看袂到的价值。对啊，这真侪基督徒伊对传福音啊兴趣缺缺，因为伊无看到一个人失落受吹倒来迄个价值。所以咧，天父上帝的心意是爱每一个人伫伊的教会中间，无分大小，伊主的中间互相相听，伊主的中间是行找倒来失落的人，上帝看做欢喜。毋望咱三角看见天父的心意，咱回应上帝对咱每一个人呼召。讲主啊，愿你互我的目睭看见你看做要紧的，互你的眼界正做我的眼界，互你的价值正做我的价值，互你伫上帝面前，甲你拍抱啊讲，好过真中劳碌。愿上帝施恩祝福咱，互咱每一个人拢看见天父上帝心意。伫咱的中间，好，请咱即时来吟回应诗，541首，将听传出去。啊，请起立吟全首。传出去，通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头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通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头风啊落雨。着温柔，通着拄坏烦恼都传出去；听着温柔，通风吹花果水传出去。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头风啊落雨。通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头风也落雨，听着温柔，通着拄快快乐乐传出去。
了，唔通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请坐，这是咱要来讲道。咱这是为着咱进前无偌久伫美国加州俄湾的长老教会一个郑达志医生伊受一个台湾人枪杀这个凶手入去教会甲门锁咧伊遐摕枪遐扫射，第一师为着要救其他人免得受灾害。伊去主动凶手的行动，无拍算，却家己着3枪来死亡。咱即时为着即个第一师的遗族来祈祷。虽讲台湾甲美国真远，总是上帝听，无限制，无限。咱为着乌俄战争这战争来祈祷，为着咱教会70周年的事工来祈祷。为了身体欠咱的兄弟来祈祷，咱特别来为着咱的陈牧师的目睭开倒了的恢复，咱来祈祷。为着你头听到的信息，毋望咱每一个人拢看到天父上帝旨意，但看重伊来做伊，互上帝看做欢喜。咱三声主，咱是一起来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所愿恳求你施恩带领帮助阮。主啊，你带领阮，互阮的教会。主啊，愿同心同心看起天父上帝你的旨意。你看重每一个人，无论这个人的经济地位、学历怎样。主你看重这个人的灵魂，主你爱阮亲像世间的欢友谦卑受戒的心，互阮谦卑的性命像世间阮较重入去上帝你的天国。主啊，阮恳求你，互阮的开展，互阮能力，互主你圣神的呼召，互阮同款的看见来看见上帝你呼召阮，你救召阮的目的，是要为了上帝你看做要紧。看做宝贝来人的灵魂得到救赎来帮助，愿主你施恩带领，听阮祈祷。主啊，你的带领，伫无偌久之前，美国加州俄湾的长老教会第一师为了要阻止凶手伫教会内的上杀，伊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来主动无拍算，互伊家己失了这个性命。主啊，你求你怜悯求你看顾伊的家庭，伊的细囝失去双家庭，特别伊的老母失去这个所疼的囝。主啊，上帝你甲这遗族弟弟安慰因，主你帮助阮帮助阮伫世界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愿主你是阮怜悯看顾。或者战争来早一日来平息，或者战争来结束，真济百姓恢复正常的生活。主，阮为着疫情来祈祷，愿上帝你神看顾，互咱疫情来渐渐平息，或者疫情无继续来严重，互阮台湾的百姓会用恢复正常的生活，互阮台湾无活伫迄个疫情的惊吓中间。主啊，阮为着阮70周年的事工来祈祷，愿圣神你做工，圣神你带来。兴起，互阮每一个人，以主你的做工的带领下面，互阮70周年来，阮大大兴起上帝主你的工，互阮用感恩的心回应上帝主你的恩典。主啊，我恳求你祝福带领阮的身体拢正兄弟特别恳求你来医治阮的陈牧师，以拜过手术了的恢复，愿主你国事为主的好得到完全，主听阮祈祷。主，阮恳求你带领阮，主你帮助阮，特别阮为着南加州俄湾长老教会这凶杀案，阮来祈祷。主恳求你安慰第一师，伊为着要救人的性命，牺牲伊家己。主你讲，无比这疼较大。是啊，总是阮知影伊的母亲、伊的囡仔、伊的太太失去伊至亲的。愿上帝你先安慰临到因这遗族，主你帮助阮的全球以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愿主你早一日平息这人类的这怨恨所引起的战争，愿主你或者战争来停止。主你也带领
阮全世界以台湾受到奥密克戎疫情的影响，阮台湾一天有8万几个人得病。主啊，恳求你，或者疫情来消散。主，互台湾的百姓无伫疫情的中间来行赢。愿主你的神啊，固守带领。主，阮啊为着阮70周年事工来祈祷。愿主你的神兴起阮这兄弟，伫70周年事工中间，阮来纪念，阮来奉献，阮来服侍。互主你的工伊得到兴起。主，互阮70周年的开始，阮继续要徛起来为主你做美好的工，来互更侪人来因为阮得救。主，你也带领阮身体两正兄弟，特别阮的陈牧师伊拜五开刀，愿主你是顾守伊，互伊目睭的恢复，会当恢复主你情你创造伊一般样的视力的健康。主，互牧师佮勇壮的身体，主你的教会继续带领阮来服侍。主你带领阮，主你帮助阮，互阮领受主你的信息。阮毋若知，阮佮去行。互阮三角甲天父上帝同款，有看见主你看做要紧的事。互阮会当看见上帝你看重每一个人灵魂。每一个失落的人拢重新回来。主你互每一个人生命，伫主你教会中间，中来亲像细剑同款的谦卑的生命。以主名前来得主你欢喜。愿主你使阮带领听我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时请咱来奉献，这时来受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听阮，你看阮每一个人，主啊，拢是你心所听的，拢是至重要的。主啊，求你的听，搁一遍，搁较侪充满伫阮的当中，互阮当分享主你的听，会当听阮厝边的人，听你所创造的，嘛将你的听会当分享出去。主啊，嘛求你使用这个奉献，会当帮赞你福音的事工，会当将你的福音搁较广阔。传伫阮的当中，感谢你，嘛祝福阮所有奉献的兄弟姊妹，互阮得到30倍、60倍加100倍的祝福，享受你的平安伫阮的当中，保守阮所做的，主啊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行伫主你的旨意的当中。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387首，荣光归天父上帝。因愿请牧师来祝祷。荣光归天父上帝，荣光圣行圣心三位一体，在地内。
同心来领受对天父上帝的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身手，完全以上帝爸囝圣神恩典照您的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闭会。请咱会当留伫圣歌队唱诗歌唱完，咱才来离开。第二场台。啊，歹势，会当闭会。无看。